自2024年6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耶稣是食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希伯来书第1章第10到14节。上帝伫古早有通过伊的众先知真侪遍，用真侪方式对咱的祖先讲话。毋过伫将末的日子，通过伊的囝对咱讲话。上帝有设立伊做万有的继承者，阁有通过伊创造宇宙。伊反射上帝的荣耀，是上帝本质的真相。伊用伊全能的话扶持万有，使诸人会做了后，坐伫至尊至权上帝的正边。上帝有使囝比众天使较尊贵的名，互伊成做比天使较伟大。上帝减捌对倒一个天使讲：“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”搁伊减捌对倒一个天使讲：“我要做伊的爸，伊要做我的囝。”搁上帝差遣伊的大囝入世间的时，伊讲：“上帝所有的天使拢着拜伊。”关系天使，伊讲：“上帝用风做伊的天使，用火焰做伊的炊用。”毋过关系囝，伊讲：“上帝啊，你的宝座永永远远存在。你的国度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，你以爱公义万行不法，所以上帝你的上帝竞选你，用欢喜的油抹你，超过抹你的同伴。”伊阁讲：“主啊，你伫起初有建立地的根基，天嘛是你的手所造。天地拢会消失，毋过你永远存在。天地拢会亲像衣服渐渐旧，你会亲像卷外衫甲因卷起来，因为亲像衣服改变，毋过你永远袂改变，你的岁数无穷尽。”上帝减捌对倒一个天使讲：“你坐伫我的正边，等候我，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骹下。”天使敢毋是拢在服侍的神，受差派去服务，特别领受拯救的人。耶稣是食。基督徒伫生活中接触的群体，包括朋友、同学，甚至亲人，未必是信耶稣的人，或者讲因还无正做基督徒。因为安尼，基督徒为着传扬福音，互基督救赎的信息，进入人心灵了后，会当富裕、长大，通讲是家真脑接。计划成立社区协会，投入校园宣教，甚至拟定各式各样的宣教策略，就是期望将福音的信息传播互身躯边每一个人，带人归主，带人进入教会，互人看见传福音的果效，也期待基督的福音会当成做因心中愿望的确据。毋过，当咱进行各种宣教策略时，敢会过度注重目标，就袂记得信仰真谛，阁袂记得耶稣是食咧。为了甲福音传互还未信主的人，咱是毋是强调各种方法和步骤？每场聚会拢按照中央厨房提供的菜单、流程甲内容，无用阮视觉册，结果却忽略福音就伫当工会伸上。
咱是毋是干那想讲，这来聚会朋友将来可能会信主，却对同工鸡仔肠鸟仔肚伤害彼此情谊，直到无搁再往来咧？这是福音是无？触及咱所相信的，到底是福音的大能，或者只是宣告七律的方法论呢？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主，还是简单标榜带人归主的招牌？对过去到现在，咱所相信的耶稣是谁？是咱所熟悉的人物，还是真正道成做人，就顶死伫十字架顶，用宝血洗净咱罪过的国外主基督？希伯来书作者指出，早伫真久以前，上帝就用侪种方法，借着先知向咱的祖先讲话。上帝阁借着家己的囝向咱讲话。毋过伫将末的日子，通过伊的囝对咱讲话，上帝有指定伊做万有的继承人，阁有通过伊创造宇宙。伊反射上帝的荣耀，是上帝本质的真相。伊用伊权能的话扶持万有，使诸人会做了后，坐伫至尊至权上帝的正边。囝比天使较伟大，上帝有使囝比众天使较尊贵的名，互伊诚做比天使较伟大。这个囝毋单单是上帝荣耀发出的光辉，也是上帝的本体，佮用伊的宝血洗净每一个人的罪，最后上天坐伫全能的父上帝正边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简短佮深刻的开头，描述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作为，互咱用生命体会实践信仰。相信耶稣毋是顺探世间的潮流，反正是独独相信佮仰望十字架顶的主。亲像希伯来书当时的信徒，经历信心受考验的苦难，伫信仰和生活中经历主耶稣的道成做人，走上十字架，也伫生命中宣告家己所信的耶稣，就是上帝的囝儿。对咱来讲，耶稣阁是食咧。默想，我真正认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我的救主是无？我真正认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我的救主是无？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愿意拍开我的心，互我掠你做主，用你做王，每一日经历你的带领，毋单单伫话语中访问有你，搁伫生命中经历你。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